媳妇儿一直没见过面，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，她是我孙媳妇儿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儿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，我呢怕把她一个人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。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！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呀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！一定的啊！来，喝水。喜欢吗？天哪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把家里床上弄成这样，我们怎么睡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游戏玩的太投入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给我10秒钟，我马上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来，快点。怎么样？干不干净？好了，快来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洛洛，洛洛！哎，干嘛呢？是有点过分了。好啦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够累的了。来，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奶奶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奶奶，你都不知道，跟着你出去可以长好多好多见识。以后你就多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行啊，只要你啊不嫌我们这些老太太无聊就行。怎么会呢？奶奶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行。奶奶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？好。来，慢一点。冯叔，冯叔，少夫人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她都挑我毛病。就刚才少爷回来，他让我去少爷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我一进去，那个房间可脏了，我都不知道少夫人她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弄得这么乱的。洛洛，你到顾家的时间呢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的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，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她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她是主人，